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8节到20节，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22节，使徒行传27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拄着艰难。人生的旅程有悬有低，无论人生的旅程是怎样，总是需要有上帝的保守。前不偌久，一位我甲看做敢若小弟的牧师同工，因为呢心肌梗塞来送病院来急诊。后来转到长老教会的病院，接受着心导管的手术，装一个新的支架伫迄内底。现在伊的身体恢复状况袂歹。礼拜一的时阵，牧师娘趁着拜一的休假，去甲伊看，真欢喜，伊的身体状况恢复了，真好势。这位牧师呢，事实上经历济的病痛，约着至少20几年前，伊发现到有这个鼻癌，接受手术、电疗，因为安尼丧失伊的喙烂，失去部分的听的能力，这年来进出病院几啊摆，伊所倚靠的毋是别项，就是上帝。伫个人生的旅程的中间，特别是拄着艰难的状况，拢是倚靠上帝，以及上帝所差遣天使为雷来度过伊的艰难。人生旅程的艰难，亲像迄个拄着风影共款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，耶稣基督并情这个风影的记载，就是因拄着这个暴头风，人生忽然间来的风影。经文的记载安尼讲，有一天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船，就对因讲到湖的迄边去，因就出发。船行的时阵，耶稣困去啊。忽然间有一阵风大大来打击湖面，船灌满水，非常危险。门徒就到伊的头前，甲伊叫醒：“老师，阮伫要无命！”耶稣醒起来，来止息大风大影，风影就平静，湖面也平静。耶稣就问因讲：“恁的信心伫倒了？”因又搁感觉真稀奇，感觉真惊吓，彼此讲：“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伊甲风影下命令，风影也听伊的话。”时常咱甲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款，拄着生命的风影的时阵，就会大喊：“老师啊，伫要无命！”虽然因会休发耶稣基督的协助，但是事实上，因袂记这一项最重要的代志。耶稣基督就伫因的身躯边，因却是无有信心。咱是毋是会安尼呢？咱是毋是总是认为讲上帝放杀咱，无要插咱呢？或者是咱认为讲咱所拄着的苦难，拢是上帝允准互咱拄着的？如果是安尼的时阵，当咱拄着艰难的困境的时阵，是毋是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呢？
伫创世纪第6章的记载，拿阿伊听上帝的旨意，伊不但甲别人无共，伊顺服上帝伫山顶来起大船，并且佮将所有的生物带到伫船顶。圣经记载讲，以下是有关拿阿的记载。拿阿有3个囝，闪、含、雅弗。拿阿无有缺点，是当代唯一的好人。伊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。其他的人伫上帝眼中拢是邪恶的。地上处处是凶暴。上帝看世界，看见世界败坏。人的行为非常邪恶，上帝就对拿阿讲：“我决定要来灭绝人类，世界充满着因的暴行，我要将因甲这个世界做伙来消灭。你着爱选上好的木材，为着家己做一只船，船内底爱有房间，内面外面拢固淡仔架。”船长133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。船着爱有桶接船顶，悬44公分。船舱分顶面、中甲下骹3层。船的边爱漏门。我要互大水来泛滥淹没这个大地。消灭所有的动物，地上的一切拢要消灭。但是我要甲你立约，你要带你的某囝、新妇入去到伫船里。你也要将地面各种的精生、虫蛻、飞鸟，逐项拢一对，一只公一只母，带到伫船顶。通好保存因的活命，你着爱为恁甲动物来欠各种的食物，拿阿照上帝吩咐安尼做。经文讲，拿阿照上帝吩咐，一项一项拢做。这是基督徒所需要学习的生命态度。是应当做的，就是无论拄着什么款的状况，拢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保罗一生伊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伊坚持一切所做拢是为着基督来做。伊坚守上帝予伊的呼召，伊无惊艰难。勇敢来传福音，并且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互人落伫监狱内底。今日这个经文所记载是保罗互人来押送，要去到伫罗马的路中所发生的事。咱先来讲，为什么保罗会去互押送到罗马？事实上是伊的意愿，伊家己的要求。也因为伊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去到罗马去宣教。就算是拄着艰难困境，伊嘛愿意顺服。今仔日圣经记载，既然决定要爱对水路往意大利去，因就将保罗甲其他的cứu囚交互铁管的罗马军官犹留。因愿像一只船带米甸来的船，这个船就要来起航，沿着亚细亚省几个港口来行。有一个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，名叫做阿里达古，甲阮同行。第2天到伫西顿，犹留对保罗真好，准伊去找朋友，受朋友的招待。
阮阁对遐来起航，因为拄着逆风，船就靠伫塞浦路斯诶另外一面来航行，渡过伫基里加、崩菲利亚一带诶海面，到伫鲁加诶美列，伫迄个所在游流，找到一只对亚历山大来诶船，要开去意大利去，就叫阮拢上船。连续几若工，船行真慢，真无简单，才开到伫敬尼土附近。因为风诶阻挡，无法度照原来诶方向来行，就靠伫岛另外一面来行，伫萨摩尼角过去，阮靠着即个海岸进前，了真侪气力，才达到着距离拉西亚城无偌久诶一个加澳港，耽误了真侪诶时间，也已经过了禁食诶节期，无适合阁继续诶航行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苦劝大家讲，逐位啊，我看即个所在继续来行是危险诶，不但货物甲船会受损害，连咱诶性命也难保。可惜军官宁可相信船长甲船主诶话，毋相信保罗诶。即个港口也毋是过冬诶理想诶所在，所以大多数诶人就赞成开船，真可能赶到腓尼基去过冬。腓尼基是克里特岛诶一个港口，是西南甲西北。这是保罗伊诶性命诶原则。虽然伊拄着艰难，但是依然来注重即阵人性命诶安全，因为这是上帝诶旨意。拄着艰难诶时阵，上重要就是爱顺服上帝。诗篇66篇第8节到20节，万民啊，着称赞阮诶上帝，互人听着称赞伊诶声。伊保存阮诶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上帝啊，你有试验阮，锻炼阮，亲像锻炼银。你互阮入牢网，用重担坐伫阮诶身躯顶。你用运人驶车到过阮诶头壳，经过水甲火，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诶所在。我要带小看者进入伫你诶殿，我要对你写我诶愿。我要行伫患难诶时喙所讲迄个愿。我要献肥会精生做小看者，献绵羊仔犅、牛犅甲山羊犅，将小看者诶香味献互你。敬畏上帝诶人拢得来听。我要讲起伊为着我所做诶事，我要用我诶喙求叫伊，用我诶指称赞伊，尊重伊。我诶心内若有藏歹意念，主一定袂听。毋过上帝实在有听见，伊已经暗耳孔听我诶祈祷诶声。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毋捌拒绝我诶祈祷，毋捌互伊诶慈爱离开我。